希伯来第2章。所以，咱一定要搁较注意所听到的信息，才免偏离真道。因为通过天使所传的信息，若有功效，背逆无顺从的人，就受应受的刑罚。安尼，咱忽略遮尔大的拯救，要哪会当闪避着受的刑罚？主本身有大声宣布这个拯救，听见的人嘛有对咱证实这个事。上帝阁有用新约、奇事、达款大权能的作为，甲照伊家己的意思所分配圣神的恩赐，做伙作证。上帝无将咱所讲这个将来世界交予天使管理，毋过圣经有一个所在作证讲：人是生命，你竟然该关怀；世间人是生命，你竟然该眷顾。你予伊小可较输天使，你用阳光尊贵，予伊做花冠，予万有拢降服伫伊的骹下。上帝既然予万有拢降服伊，就无一项无降服伊。毋过到现在，咱还未看见万有拢降服伊。咱看见迄个小可较输天使的耶稣，已经经过死的痛苦，得到阳光尊贵的花冠。安尼，伊靠上帝的恩典，通为着正人死。迄位创造佮医治万有的上帝，为着要带真侪囝儿进入阳光，才着予拯救的开拓者耶稣经过苦难，成做完全。事实，予人成圣的，甲得到成圣的，拢对共一个源头出。因为安尼，耶稣称予因做共一家的人，也无感觉见笑。伊对上帝讲：我要对我的兄弟甲姊妹报扬你的名，伫因的会中吟诗学罗你。伊阁讲：我要信靠伊。也讲：看啊，我甲上帝所予我的囝儿拢伫遮。既然这个囝儿是有血有肉的人，伊本身嘛甲因相款，成做有血有肉的人。为着要通过伊的死来毁灭迄个掌管死亡的魔鬼，佮偷放遐个因为死亡的惊吓一生做奴才的人。当然，伊得关心的毋是天使，是阿伯拉罕的子孙，所以伊伫各方面就甲伊的兄弟姊妹同款，通伫上帝面前做仁慈忠信的大祭司。通予正人的罪得到赦免，因为伊家己有受苦、受考验，伊会当帮助遐个受试探的人。